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嘉豪，也非常欢喜和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咱的新总统，也有新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在今现场特别报道呢，有邀请到中建院后备所的研究员林正基老师，欢迎老师。大家平安。另外也邀请到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宜中老师，欢迎老师。大家平安。欢迎两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甲咱谈论新政府未来4年所当到的问题。除了伫个摄影病现场以外呢，台记台特别报道也安排到吴国正老师以及到麦尚英主播专程为咱口译。另外，伫个总统府的现场呢，也有记者郭碧君、林旭凯提供现场上最新的消息，给咱的观众朋友。咱来赶紧带观众朋友来看总统府内面现场的画面。好，观众朋友，头拄仔咱看到总统赖清准总统赖清德甲伊的总统夫人吴美如也已经来到总统府的现场，准备要进行这个第16任总统、副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的这个仪式。对赖清德进前，这萧美琴准副总统也已经来到现场，小等的因3个人甲蔡英文总统会做一个交接的仪式。伫咧9点进前，有真侪世界各国的使节，佮有重要的贵宾已经来到台湾，也经过蔡英文总统当面甲因接待。现主是蔡英文总统甲将近要就任的赖清德总统，两个人是渐渐行向要交接的现场。咱嘛知影讲，今仔日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除了讲真隆重、真慎重的仪式以外，嘛有真侪精彩表演的节目，要表现台湾的民主、自由、各族群共赢这款的心意。另外，嘛有空军会伫咧空中进行分列式的表演，佮有雷虎队喷彩烟，来表现对今仔日这一日真重要心中的意义。咱看到讲现主席镜头前已经伫咧演奏。欢迎蔡总统，欢迎未来的赖总统进入交接现场的典礼音乐。咱即马看到准总统赖清德，也佮有伊的夫人吴美如，另外也佮有咱特别到任的小英蔡英文总统，即马已经入来到总统府的大礼堂，准备要进行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宣誓仪式。全体肃立，全体起立。主席就位，主席就位。奏乐，奏乐。国歌，唱国歌。
向国旗及国父向国以下旗甲国父行位上30公里行3鞠躬鞠礼，躬，鞠躬，再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3鞠躬。恭请蔡总统复位恭。请蔡总统复位。请坐下。请坐。 Please be seated. 第16任总统第宣誓， 16任总统请宣誓，监事人司法院院请长监誓人、许司法院院长柯总立就位。请第16任总统请第就位16任总统就位。咱现主席看到讲，赖清德总统已经要宣誓就职了。奏就职曰：走就一角。第16任总统第16任总统宣誓请总统举右手宣请读总统誓词举正手宣读誓词。事已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互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检视宣誓赖清人德总统赖清德宣誓的内容。中华民国113年5月20日。总统手表明讲，以上界至诚的心向全国人民宣誓，一定遵守宪法，尽忠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保卫国家。若准讲违背誓言，愿意接受上界严格的制裁。咱看到现主席赖清德总统也已经要倒转去就座，坐伫权力位顶头。现主席阁刷来是萧美琴副总统。第16任副总统要来宣宣誓就职请第16任副总统就位。第16任副总统宣誓，请副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是宣誓人萧美琴，中华民国113年5月20日。副总统手请放下。咱听到副总统萧美琴的誓词，伊讲：我用上至诚的心意向全国人民宣誓，我一定会遵守宪法，效忠国家。若准有违背誓言，愿意受国家正严格的制裁。宣誓人是萧美琴。授予总统印玺，请授予人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先生就位。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现主席要将中华民国的国印来交伫赖清德总统的手底。总统请就接印信位。授予中华民国之玺。韩国瑜院长将中华民国的国印现主席交到赖清德总统的手底。
受用电的印信。授予总统之印记总统之章。受总统印信，总统之印。总统请就观礼位。总统请就观礼位。授予副总统章。受副总副总统之印统，请就接印信位。请副总统就接印信的位。授予副总统章。副总统，请回座。副总统请就座。请授予人回座。请受印信的代表韩请院监视人长就座。回座。请监视人孔院长就座。总统，请就主席位。总统请就主席位。总统，请面向观礼人员，请起立。请现场的人员起立。奏乐。奏乐。礼成。礼成。观众朋友，咱即马看到总统、副总统就是典礼的宣誓仪式已经完成。伫大礼堂内底，大家嘛拢拍扑克声，来欢迎新任的总统、副总统。咱即马看到总统赖清德，也阁有咧要落任的总统小英蔡英文，因是互相握手，向大家致意。伫个大礼堂内底，除了有咱台湾国会的一寡官员以外，也阁有咱的邦交国元首，也阁有代表团。咱看到小英总统，咱的蔡总统是行大升，了后对第二个是赖总统，也阁有胡林、吴美如，另外排伫第三是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将陪送蔡总统离府，各位贵宾请于座位上稍后。即马蔡总统甲咱的总统赖清德，甲伊的夫人，也阁有萧美琴副总统，就要离开总统府，其他的贵宾请留伫座位。赖总统甲萧副总统亲身来欢送蔡英文前总统行出总统府。友邦元首及其他外宾，请由外交友部邦元礼仪人员首甲其引导他的至台湾绿外宾，地及请其他休由外息交部室。礼宾人预备于员9带到点55休息分向室。第16任总统伉俪及副总统祝贺。For the heads of the states of allied nations and other foreign guests, MOPA staff members will direct you to the Taiwan Green Hall and other rest areas. At about 9:55, you will be. 咱即马看到蔡英文总统，也阁有新就任的赖清德，也阁有夫人，也阁有萧美琴副总统，当咧经过咱总统府的前厅，是由咱国家宪兵队来加欢送。附属任命礼。
特别热烈的咱蔡总统，即马是向大家握手，甲总统的员工大家说多谢。那总统的员工大家嘛真热情、真温暖，要大家欢送祝福咱的小英总统会当有更较好的生活计划。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了后，即马要来护送着前总统蔡英文离开总统府。也头拄只蔡英文离开了后呢，其实沿路真侪人是甲伊赞声、甲伊鼓励，也甲伊讲感谢。要来请教着咱的林老师，想要请教老师吼，就是讲蔡英文呢，伊在这热林进前，真侪媒体，不管是哪一列的，对伊这个满意度，拢是讲是伊是正面的评价。要来请教着林老师，你认为这蔡英文这半年来，伊是做好也是做歹的？当然，是有好，吼，然后有做较无高雅的所在，但是咱看见这几日对三位总统的比较，就是为陈水扁、马英九、个蔡英文总统，因的上落尾满意度会使讲是蔡英文总统是上悬的，所以原来是一般咱百姓、咱民众对蔡总统以一个做公平一个评价。另外，这个国际社会本来对台湾的评价本来是上悬，所以会使讲蔡英文总统虽然讲有一个会当去做较好的所在但是咱会当看见，这个是人民和这个总统来卸任一种的成绩。等于讲是对伊是种极大的肯定就对啊啦吼。要安尼想要来请教着赖老师，要安尼你的看法呢？我是感觉讲，大概是讲即摆想到蔡英文总统袂当吼，差不多会当几个较重要的一个改革，像讲年金的改革，还是讲国防改革，当然嘛包括讲同性婚姻的这个合法化，吼。像讲遮的这是几哪个可能大家较有印象的。当然尤其是这过去有3、4档吼。算讲即个 COVID-19 武汉肺炎即个代志，全世界算讲拢足歹，但是台湾独独算讲咱犹原咱维持真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讲无一个较稳定的领导吼，咱就无法度。上后我是讲，就是这蔡英文总统伫伊这8档的时阵，对台湾人民上大一个贡献，就是讲，互台湾人民的自信变啊不加悬。伫国际上，先讲有真侪正面的声音，台湾人出去行都有风啊，这是最重要的。
对。呀，呢，我想要说落去问赖老师这个问题，就是讲吼，即马真侪少年囡仔吼，因拢亲像这个蔡英文有在经营家己的网络频道嘛，所以伊最近一个影片就是讲，伊最后一届坐这空军一号，伊甲所有的人将第一，伊最后就是讲这个台湾囡仔。其实唔知赖老师你感觉讲吼，其实咱拢知影讲吼，国家是一个双向体，吼啊。大家拢对这国家有认同，伊认为讲对这个少年族群来讲，伊家己本身认同家己是台湾人，这个意识够有加悬。我是感觉讲这是有啦吼。啊，当然到底这个要维持这款的这个认同，到底什么款的方式，可能无共的世代，无共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但基本上我是感觉讲，像讲以这个台湾囡仔、台湾人吼，本身这个做台湾本体的这个大家共同的这个认知。这个共同体，我是感觉已经有出来啊，吼、啊，当然即马咱嘛看到朝野之间真侪真无，感觉讲即个伫遐咧吵吼，也是讲算讲真无稳定的一个做法。当然，伫遮我是感觉讲少年人的看法，当然无一定是甲即个算讲即个立法委员之间的这表现会甲认同。但是我是感觉讲，伫即个少年人这代。基本上台湾即马已经有真强的台湾认同，这是无当否认的一个事实。对，我感觉台湾人的迄个认同有渐渐在增加吼。我想要来请教到咱的林老师，就是讲吼，蔡英文加做咱台湾头一位民选的女性的总统，而且伊得票数会当讲是非常的悬吼。也其实在迄个时阵，蔡英文出来选举的时阵吼，真侪阮身躯边真侪时大人讲吼。女性袂当做总统，甚至就感觉讲吼，女性是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也安尼想要来请教林老师，讲做一个女性的总统以外，伊有一个总统伊爱做一个典范吼，一个做一个迄个好模样以外，还有一个女性的温柔。你认为讲一个女性的总统，伊互这台湾规个世代，还是讲社会有啥物款的改变无？我感觉一个国家，那就一个家庭共款，伊一个家庭内底，母亲还是女性扮演的角色足重要。共款伊这个国家也是共款一样。吼，这女性会当看见蔡总统，伊这个思考的能力，甲伊讲话，这个强调，毋是讲足讲的，但是足温柔，但是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坚持。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对台湾。一个足好的教育啊，吼，就是讲，咱第一届有这女性来做总统，吼，即马是第二届有这女性来做这个副总统，吼，所以就是讲，这个伊这台湾要进步，我感觉这女性伊做出来，伊的角色，吼，还是伊的智慧，还是伊对代志的处理的方式。原来是一般来讲，是甲男性较无共款，所以我认为讲虽然讲全世界看到女性的总统，台湾第一届女性的总统，并唔是讲有足大的期望，但是八当过去，咱会当看见蔡英文总统是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所以等于讲，伊是用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国际事务，对啊。是。对。呀，咱即马呢，咱拢知影讲，这个总统赖清德以及着副总统萧美琴，互送着前总统蔡英文离开总统府。即马这总统府呢，内部也当咧进行这部会首长的宣誓。总统府外口的变活动非常热烈，非常精彩，也准备要开始咯。咱赶紧连续互咱的台记者郭碧君、林旭凯，带咱来看这总统府头前上盖新的状况。Train service on the guard and marching band. 是记者即摆人伫咧总统府头前，即摆会使看到现场人是叉叉叉。虽然讲即个天气是有淡薄仔乌阴，啊，不过即个现场的人应该是坐甲真济哦。现场的即个座位是拢全部拢坐满咯。啊，那伫咧现场头去先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即摆的总统就一个视觉设计。即摆视觉设计是由强制台湾民主践行来做主题，是由4种色水的彩带来交织出台湾的模样，分别是代表台湾的自由。民主自信甲优先咯，那伫咧即摆主视觉设计是代表台湾各族群、各世代，一个各种行业，拢伫即片土地自由民主生活。
咱若带观众朋友来看即摆的表演，即摆表演的是由国军来甲仪队来为大家来做表演咯。做落来的表演内容，先甲各位观众朋友讲，是由强击台湾来做主题。头先个表演是由台湾国立台湾戏剧学院，一个有台湾剧团来带来这个老热有台湾味的表演，祈求这个吉祥，庆祝这个新的总统就任，展现台湾今日欢喜的气氛。第二部分会由青春活力的台湾，由建国中学一个体育大学来带来表演。第三部分的舞蹈表演是由 TBC 舞团来带来表演，因为后一摆的芭蕾奥运会有 breaking 的比赛，咱这摆台湾也有选手来出国比赛表演这个 breaking 的表演哦。第四部分是由和平建尊台湾做主题来带来上尾一部分的表演。这个上尾一部分的表演会由左方车剧团带来因这个移动的左方车剧团带来因的表演。这个上重点的是会由这个四站老馆的号码来到现场，这个拿是个号码是一个有这个彩色的尾溜，是代表这个台湾的族群的融合。以上是即摆现场的状况，即摆会使看到现场的各军的甲仪队是继续咧现场的表演。咱收落来现场的状况如何？公司台记台的记者会继续伫现场为大家来连线报道。以上是公司台记台的连线报道，同观众朋友最后继续来看表演。以民主的精神。好，观众朋友，咱即马看到总统新就任的总统赖清德当咧签字要任命伊的内阁的各官员。他都包含行政院长、包含总统府的秘书长，拢已经签字任命了。新总统的上任，今仔日的签字任命，这是代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大家也真慎重，伫咧期待这一日。总统请任命邓院长。邓院长依宪法的规定，副署也就是讲另外伫咧总统边仔来签字任命头拄仔所提起的这个国家重要的职务。签署任命甲程序已经完成，多谢大家。完成任命了后，咱看到新任的总统、行政院长、总统府的秘书长也做伙来翕相，来代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也是重要的这一刻的开始。即马呢，咱国部会首长当咧总统府内面宣誓了后咧，咱会当看到这画面，总统赖清德含伊这个行政院长杜英泰做伙来翕相吼。也呢想要来请教到赖老师，因为即马呢赖政府呢伊进前伊讲推出要做一个 AI 内阁，是毋是会当请赖老师甲咱先甲观众朋友解说讲，这个 AI 内阁其实大家咧较无概念，伊想要推动的这个 AI 内阁大概是啥物款的情形？一方面吼，就是讲 AI， 伊是讲是迄个 active 啊加 innovative， 吼，英文是意思就是讲会行动啊加佫有创意，哦，即款的即个内阁。啊，当然 AI 佫是用即马是真流行的即个人工智慧吼，而且英文，所以讲甲即两个斗做伙，
这表示就是讲，这个内阁本身伊是期待讲会让将有行动，拄着代志随时来处理。啊，但是处理的方式会当用这个较创意的方式，吼，会当来处理，莫讲用讲过去真传统这款的这个方式来看待这个代志。对，按伊亲像老师讲，就要用创意会当用上解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代志。不离过呢，其实在政治站其实咱应该是讲咱台湾定定拢伫咧玩一件代志，就是讲，比如讲电钱要起价啊无，讲到底会欠水袂欠水的这个问题，对于民众来讲，这是上解有感受、上解直接的这个处理方式吼。咱想要来请教林老师啊，就是其实伊在这个内阁成员当中，有真侪是使用业界人士，比如讲气象达人一提伊来做这个环境部长吼，啊，将这个业界董事长甲伊找来做经济部长。遐这人伊虽然是对民间来的，不过因拢唔捌做过官，安尼到底因这人来做，敢会有问题咧？咱知影就是一个政府吼，就是讲新的政府，这个政务官是足重要吼。啊，政务官伊有需要来挖客。差不多当事务官就是讲，20-30档当于这个部会内底，因有足济的这个经验，会当来协助这个新的这个政务官。所以伊这方面咱会当来讲，就是讲是较无啥物问题啊，因为专业是介重要。还是讲你有种专业，普通因的专业是过去政府，伊若阵有啥物意见要来请教。当然，请教这个以这业界一寡专家，所以这个应该是无啥物大的问题。对。要安尼，我想要说落去请教老师，就是讲吼，其实咱拢知影讲吼，总统是到今仔日宣誓上任嘛，吼，也不离过其实立法院因早就开始伫咧运作啊，吼，也其实大家上届烦恼迄个时阵投票时阵，有的人就是讲亲像我身躯边真侪朋友，伊就讲伊总统要投互赖清德，也安尼立委的这部分呢，伊要投互无共款的政党，因认为讲立委投互别的政党对因来讲。无差，因认为讲总统投互维护台湾的人较重要，但是事实上，即摆看起来这个情形，介上唔是安尼哦，因为无法度地属民进党，伊无法度全面来执政，即摆国会有真侪法案是无法度推动，这就是造成大家上界惊的，就是摆卡政府这部分，就是惊讲在赖清德这4年任内，等于讲这4年会当讲是变做是无任何作为。老师是认为讲赖清德伊安怎来面对这款的局势咧？这个是一个新的条件啦，就是讲咱的国会以这2月7日就开始，但是这个总统到5月20，所以各有这个新的总统甲旧的总统，是不是这个现任的总统蔡英文伊今仔日已经确定嘛，就是讲伊也阁有法度来应付这3个多月，不管是国会、立法院，所以就是讲。咱慢慢，咱的哪习惯，因为台湾做拄着是足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唔惊来为外口来，为中国来。台湾本身有条件，但是有条件，我感觉对台湾来讲是一种的进步。咱家己本身，我想讲，伊这个5月17，伊这立法院这个情形，差不多全国的人民都有看到。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不管是民众党，还是这个民进党，因都有咧讨论，就是讲要安怎来将这种无好这个一寡这个直接的冲突，会当降互较低，会当用较正常一寡民主的程序，比如讲咱袂使全部拢举手，伊做混乱的其中，是不是会当来等于家己的座位来按这个按钮，算票。可以当算我较清楚，是毋是会当讲有较侪的讨论？毋是讲要赶紧，以这个时间内底来处理通过一个法案。对。其实亲像即马国会当中就是拿白合了后，地区其实真侪法案，就是讲安怎算举手拢举输人就对了啦吼。当然啦，在即个问题，亲像昨519民众党因就发起一个游行因就是讲。
讲过去这8年，蔡政府拢做拢是一寡巴拉票，等于讲政策拢无做实现，拢无做出来互人民，而且因呼吁讲吼，要互这个民进党登到伊本地应该爱有的这款模样就对啦。我想要来请教罗老师啊，就是真济少年人伊本地伊是足支持民众党的，但是在当这个游行了后的，老师你观察到这个社会现象，敢有啥物款的变化咧？我是感觉讲，当然，因为今年年初选举吼，尤其是民众党伊个选票真侪，拢是对少年人出来。啊，真侪人嘛拢讲，这少年人伫适当前支持蔡英文，吼，但是适当了后支持无共款的人，吼。啊，表示讲这适当的时阵，可能少年尤其是少年人伊本身算讲对民进党的执政有失望的所在，所以讲才会迄个转移伊的即个支持嘛。啊，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偌清的，尤其是伫选赢啊到迄个执政进程吼，这3-4个月时间，我看到就是讲伊算讲一直咧强调要安怎互甲即个民进党的执政吼，会当或者少年人有即个感觉吼。算讲无论讲是即个厝买厝，还是讲厝税的即个问题，啊薪水的问题吼，啊当然嘛是讲即个甲本身的就职吼，遮即个问题。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偌清的，可能一开始伊想要处理就是伫即个所在。啊当然另外一方面是讲民众党本身啦，伊的即个发展吼，我是感觉讲民众党伊有家己的一个条件，就是讲伊即马8个立法委员拢是即个不分区。所以讲，伊本身是无一个算讲地方的基础。对因来讲，2020年就是讲变成迄个民众党敢有法度继续成长的一个关键，也是讲伊无法度摕到地方的即个算讲关市吼，伊算讲完全无地方的即个所在，啊，即个民众党真有可能就泡沫化。这是一个较大一个问题，所以即马吼民众党伫到即马到迄个2016年这2档的时间，伊要安怎表现家己？啊，有的人就是讲，这是为什么民众党想讲这8色吼？伫遮有的人是啊，学伫立法院内底用迄个咆哮啦吼，来表示家己的存在感。啊，但是当然嘛有人感觉讲，啊，民众党也是讲要表示家己的一个存在感，那毋是讲咧提出法案，反倒等是算讲拢甲国民党斗阵咧举手，吼，变成小蓝。啊，这民众党本身的即个人讲伊的认同，敢有法度建立出来。所以讲这嘛有即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毋干讲民进党本身要去处理，尤其是少年人选民的即个部分，民众党嘛要去想讲，伊到底要安怎做一个政党，要永续发展，要安怎来处理？对，好安尼。那其实，在今仔日的这总统府头前有真精彩的表演，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咱做伙来欣赏。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成文。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甲行政院公共工程主任委员陈清德，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行政院政务委员史哲，行政院政务委员苏德，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兴，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内清，政部部长刘世芳，内政部部长刘世峰，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财政部部长庄翠云，财政部部长曾翠云，教育部部长郑英耀，教育部部长郑英耀，法务部部长郑明谦，法务部部长郑明谦，经济部部长郭志辉，经济部部长郭志辉，交通部部长李梦燕，交通部部长李明业，劳动部部长何佩珊，劳动部部长何佩珊，农业部部长陈俊记，农业部部长陈俊贵，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卫福部长邱泰源，环境部部长彭启明，环境部长白启明，文化部部长李远，文化部长李远，数位发展部部长黄燕南，数位部长黄建南，考选部部长刘梦琪，科选部部长刘明基，选序部部长施能杰，权属部部长施灵杰，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
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监柯水正，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金龙，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海任委洋委员员潘金良会主，任委员管碧玲，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侨关漂务委员亮，会委员长徐家清，教务委员长徐家国清，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德发，退辅会主任委员严德发，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原住民族主任委客家委员陈员会志勇，主任委员古秀飞，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郭秀辉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陈淑姿，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行政院陈淑珠，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行政院人事总处主国计长立故宫博苏俊物院院荣，长萧宗煌，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台湾美肖宗宏，国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严慧欣，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公严务人员慧欣，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郝培之，公务人员保障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就位霍培新，宣誓管理人员宣誓就位举右手宣读誓词宣誓，宣誓人也正手宣读誓词，誓词。咱看到现主时，这个总统府头前的表演已经进入到9天民俗技艺团，甲着台湾戏剧学院、台湾特技团共同演出的祈求吉庆、欢喜台湾的节目。客家学院的学生以喜神、麻古、白狗这种神，表现出传统的客家戏剧跳酒曲调的优美。台湾戏剧学院客家戏学系学生现场的表演，会当讲是真真正正展现出台湾多元共融社会民俗甲文化的特色。咱看到这是由3个文团体因所带来的演出，大家是展现真好，这真流冷的这个身段，也佫有展现因真好的功夫哦。尤其咱台湾特技团是带来真侪体操技术的表演，甚至也佫会当展现。你看，你即马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因展现身躯的这个力，也佫有因的这个身躯的这个动作的水，祈求咱台湾会当国运昌扬。结合传统戏剧、各特技的表演，演出将先降临宝岛，束缚守护台湾。今仔日，相信讲全国拢是以办喜事同款热烈的心情，期待台湾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期待台湾步步走向更加国泰民安的情景。君先祝福，保持台湾。接下来是9天民俗技艺团带来战鼓演出。9天民俗技艺团创立1995年，致力提升。咱即摆看到9天民俗技艺团，因为带来战鼓的演出，这鼓声正响，气势万千，大无共哦。表演团队呢，伫咧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个表演，就是代表要为台湾祈福天神降临，来到咱的台湾，甲传统艺术加入一寡流行的这个元素，希望呢会当互这个表演有更加会好的这个好看头。这是国际性的表演，也是去到全世界真侪国家巡回演出，全世界拢肯定的台湾特殊的技艺，9天民俗技艺团所带来，为着国家重要典礼表演。在9天民俗技艺团战鼓震响的同时，学生们翻滚。咱看到这战鼓吼，战鼓拍响，事圆满啊，众神庇佑咱台湾，希望讲哦，这众神会当好好来保佑咱的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总统的就职，带给民众五福临门。接下
下来由戏曲学院台湾特技团与民俗技艺学习。再来是由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台湾特技团，也有九天民俗剧剧团带来这个匠心和台湾的表演。多组叠罗汉等高难度的演出。做的趣味，伊捌做的宝贝，予我来熟悉你，是天公的好意呀。关公的义气，土地公笑眯眯，咱来变知己，是绝对无心机，将心予台湾。咱今摆看到这个表演的节目就叫做《匠心和台湾》哦。这出传统戏曲的表演是找来台湾戏曲学院哦，由小学到大学部的学生哦，计共差不多是动员200个人哦，佮结合着9天民俗剧剧团的做伙表演，场面是真有气势。台湾特技团是国内唯一官方杂技专业表演团队，培育无数特技人才。民俗技艺学系更是台湾杂技人才的育成基地，并在国内外各大表演团体中一展长才，脱颖而出。最后，由台湾特技团演员与民俗技艺学系学生们合力堆叠出高难度的4层人塔，提取国人同心协力，共创高峰。台湾戏剧学院民俗表演学系学生，佮有台湾特技团的团员，连续要读4站挑战，读4站的人塔，4站这么悬的人塔，希望讲台湾会当再创高峰。共织台湾，民主前行。谢谢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带来精彩的演出。多谢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带来真精彩的演出。青春共奏，国立台湾。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青春共奏》，活力台湾。包含国立体育大学。第二段青春共奏活力台湾是由建中乐基队也个国立体育大学来演出，伊是以少年学生哦是想要代表这个勇敢探索，也个面对挑战的这个精神，共同来谱出这骄傲的青春乐章。而在上半段将由建中乐器队以顶半段是由建中乐基队以行进乐队的这个表演形式来配合充满气势的铜管的节奏，也个有精彩的打击的独奏，丰富的这个编曲的元素是展现出新世代少年的这个活力。而在下半段将由国立半段是由国立体育大学甲一寡武龙队、棒球队、跆拳道队，也个有原民舞蹈甲 Jazz 舞蹈团，是以荣耀国际、强霸台湾来做主题，拢总有150个人做伙带来这出演出。
featuring a collaboration of the Dragon Dance Team, Baseball Team, Taekwondo Pumsing Team, Indigenous Dance Troupe, and Jazz Dance Group. 150 performers will join forces to deliver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好，咱即马看到即个建中乐器连队哦，其实呢已经成立超过1甲组的时间。即个乐器连队初开始呢是拍鼓的即个队名，要毋过后来呢加入咱看到即个武器啊哦，所以成就真做是今仔日的建中乐器连队。即个建中乐器连队呢，因伫咧美国的时阵啊，2023年伫美国来参加即个行政乐队的即个比赛是摕到亚军。另外呢，即个乐器连队因也去过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甚至讲德国，也是讲日本哦，拢有参加过比赛。咱会当看到哦，即个乐器连队因的表演的队形真多变，而且因所表演的即个乐器，即风格也真侪哦，而且因是哪走哪换队形哦，实在是有展现即个国际级的水准。包含建国中学、包含台湾体育大学所带来青春强照，发展台湾。规组规场的表演，拢是要表现出祝福台湾继续向前行。亲像讲，伫咧棒球场顶头会当讲出全垒打，红不让共款。这场的表演当中动员将近150名的表演人员，看到台群，小等下咱会当看到蓝铃，还有现此时所表演的乐器连队。真精彩的节目，这拢是对台湾未来的祝福，对着台湾未来新的政府、新的时势、新的局面的一种期待。国立体育大学是一所以运动竞技与健康休闲为号召之体育专业大学，积极朝向亚洲第一、世界顶尖的目标迈进。今天带来的表演主题是荣耀国际，帮台湾。代表灵活坚韧的台湾，守护民主价值及发挥良善精神，跃升国际发光发亮，也意指台湾与国际伙伴深化合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功能，如同棒球比赛中关键棒次强棒出击。让我们欢迎国立体育大学带来的荣耀国际，强棒台湾。互咱做伙欢迎国立体育大学所带来的荣耀国际，强棒台湾。太棒朗基歌融奏，象征台湾宝岛丰收欢庆，幸福与祥和。紧接着是爵士啦啦队，以利落流畅的动作层次演出。跆拳道武士队。咱头拄看到啦啦队，也佮有跆拳道的这个表演，就是展现因的气势。引导降龙，磅礴登场。咱大家讲今年是12生肖内底0年，所以有真侪节目也针对0来设计。0让台湾出一个真好听的话音，也就是公营的营，祝福台湾当继续向前行。展现出台湾特殊的，亲像青龙活虎同款的生命力。棒球队员攻守俱佳，控球快传精准敏捷，展现绝佳团队默契。
国立体育大学的棒球员现出时，当一个总统府的头前传球、接球，佮有表演讲出风不浪这款的现场的棒球比赛的实况。龙以轻快的舞姿跃动于场中，展现出穿腾开合与变化多端的动作技巧，欢欣起舞，壮阔飞扬。即马伫总统府头前的讲到，咱除了看到现代舞的表演哦，也佮有原住民舞蹈的展现，另外也有台军队也佮有舞龙队的这个表演。所有队伍围成同心圆，伴随轻快的音乐。即马咱看到所有的表演团体吼，是围做一个同心圆，充满希望与未来，希望让展现吼开创这充满希望的未来。民主精神的蒸蒸日上。表演队伍现在以微笑的队形，依序展现各队舒展大。咱看到表演的队伍，即马看起来就是亲像一个微微啊笑的这个队形吼，就是展现因的青春的特色，代表百工百业哦，百业哦，这各行业行出状元啦。有影，嘛包含讲各族群的清茶，代表青年人的一种活力。现在所有队伍欢喜进入广场，以朝气满满的活力热着各位，做好追求卓越的准备。面对挑战，我们砥砺前行，以不断前进、努力冲刺的信念，展现坚韧与实力。面对挑战，咱来向前冲刺，展现出热情，展现出坚持的意志。与国际社会并肩合作，也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咱看到这舞台头前有一粒真大粒的这个气球吼，就是咱地球的模样，就是希望讲吼，照着咱青春加新世代的这个活力一个梦想，会当行伫个世界头前，让世界看到咱的台湾。伫咧全世界，台湾人、台湾的青年、台湾的少年家会当发出光芒，会当让世界看到台湾形形色色、比人表现更较好的所在。荣耀国际，共邦台湾。让台湾的年轻世代可以尽情挥洒自我，展现创意。而紧接着要接续登场的是 TBC 舞团，他们擅长。接落来要登场的是 TBC 舞团，因是以身体极限的律动来带动真侪活力、甲青春的感觉。Our next performance comes from the TBC dance troupe. They are known for taking their bodies to the limit to bring the limitless and explosive energy of the streets to their audience. 而今天的表演将结合 popping、机械舞、hip hop 街舞。咱来听到司仪讲，伫咧今日的表演内底 ，TBC 舞团的结合 popping 机械舞、hip hop 街舞，佮2024年巴黎奥运正式列作项目的霹雳舞，带来这段舞舞盛风、自由台湾的节目。Symbolizes the boundless energy of a free Taiwan. 这个 TBC 舞蹈剧团呢，伊是咱国内第一个正做是用这个街舞表演哦，也有教学的这个专业舞团。因是伫1996年的时阵所创立，由台湾的北中南哦真济舞蹈团做伙组织起来的。伫2000年的时阵呢，这 TBC 正做是咱台湾哦第一个受到邀请，伫咧总统就职晚会也有双实大典表演的街舞的团体。伫咧同一年呢，也伫2000年的时阵，伊嘛同款去受到联合国的邀请哦，去到韩国来参加亚洲青年文化节的表演。
另外咧，这个舞蹈团哦也真出色哦，因为真出色的这个表现哦，在2004年的时阵去到东南亚哦，摕到这个区域比赛的冠军。Cold like 0 degrees. I'm out the cage, gotta let out the beast. Revolutionary, gotta let out the streets. Locked in a cage, I'ma let out. Wake up, get out the sheets. We came for one man, forget my peace. You take the west, I'll take on the east. I'ma put them in a cage, never let out the.咱头拄仔看到咧 TBC 舞团吼，因第一个表演哦是穿西装，黑色西装哦，白色西装。另外第二段咧是来穿黑色甲红色的，那第三段咱看到吼，这表演团体吼，穿白的、穿蓝的、佮穿红的，这代表啥物色？代表咱中华民国国旗的色水。是啦，咱嘛看到讲青年人因对舞蹈的设计的创意。啊，佮有投入舞蹈这项艺术的顶真的精神，相信讲因的准确的节奏感，佮有对舞蹈再三练习，才有法度伫舞台顶来表演这种的热情，真正啊代表青年人行向世界舞台，代表台湾伫各行各业，伫全世界，无论是倒一个环境，拢有真好的表现，去到全世界拢会当甲人有坐徛，这种台湾人拍拼的精神。拄啊，上营所提起的穿西装、穿西装的队伍，也已经同款做伙来到台前，啊，佮有包含年岁真轻的这幼囡仔，拢同款穿着5花十色、真好看的衫，伫舞台顶表现出带动现场所有观众
带动现场所有来观礼人士，做伙来叮当，做伙体会出舞蹈的节奏，这款表演的内容。各位贵宾，身长10公尺，身披繁花。各位贵宾，咱即马身长有10公尺哦，身躯有即个花蕊甲彩庆哦，彩庆是即个客家人文化的推广大赛。舞马即马已经来到咱大会的现场。这个舞马呢，就是代表咱台湾真温柔而且坚定的力量。这彩庆就是代表着有效的和平。每一片花蕊呢，其实拢代表梦想的种子，也代表咱对和平的坚持，也佮有幸福的守护。请接着，让我们欢迎。接下来，互咱来欢迎抓风车剧团为咱带来和平、幸福、坚韧台湾的表演。向大家来欢迎由合力批自风茶剧团带来的和平、幸福、坚韧台湾。客家话，客家话，流传千年有文化。有童话，有童话，纯白泪满枝啊，嫩嫩的麻糬，润润的翅膀，入口即化呀。咱看到这抓风车剧团，哦，伊是这个亲子剧哦，这个剧场的名号做舞马，伊是以客家歌曲，也佮有台湾特色动物的一寡红仔，也佮有参咱头拄仔看到一寡较细汉的客家人的囡仔，甲少年人因做伙来演出，就是要祝福咱新总统、副总统上任，甲这个后马所代表的温柔、坚强、勇敢的力量，也佮有这个幸福感，会当带予咱全台湾的民众。咱看到这舞马呢，伊是一只10公尺悬、12公尺长哦，伊的重量呢有7吨哦，遐尼大、遐尼重的一个马仔的道具。这个马仔呢，伊是穿客家人的蓝色布的衫，而且咱看到伊身躯的毛哦，也佮有这个马仔呢，拢是彩庆的这个色水啊。色水是真丰富，这是代表族群融合，也希望讲借着五儿童的台底呢，会当传予大家甜甜满满的这个幸福的感觉，庆祝咱新总统、副总统就任。伫咧画面咧，当看到这只后马，这个后壁的迄个庆咧，就是代表落雨了后的和平哦。讲到这和平，大家拢是非常的需要的。想要来请教到林老师，咱拢知影讲吼，这总统蔡英文伊的第2任的时阵呢，以817万票呢，这高票来连任，而且这个票数会当讲是拍破纪录。在今年的热清地以558万票来当选。也那这个蔡英文呢，伊即马交予这个热清地了后。热清地敢会延续到蔡英文伊的路线呢？咱过去这2冬啊，吼，就是讲开始选举啊，热副总统，吼，伊见面都讲到，伊会来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所以咱看讲，这个新的政府这内阁的人员的组成内底，会再讲以这国家安全。比如讲，两岸国防还是外交，基本上都是甲蔡英文总统所留落来的一个基础的顶端哦。较无共款就是讲一寡数位发展部还是经济部吼，有较无共款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台湾介重要就是讲甲即个中国的关系吼台湾本身内底。这个社会的公平经济继续发展，所以会再讲就是讲，因为赖总统伊是来延续，伊本身是民进党的党籍的一个总统，所以会延续过去8冬，即蔡英文总统伊的路线。当然讲
有较无共款就是讲，咱台湾所处着一寡条件，哪来哪济吼，但是过去拜登蔡英文总统已经拍了足好的基础。对，因为呢，其实拄则老师你有讲到，伊在这内阁成员内面啊，比如讲有重视这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吼，特别在这回国防部长伊选一个文人出身的顾立雄，其实咱政府进前文人部长，其实伊毋是头一个啦吼。安尼老师我想要甲你请教，就是讲在这个两岸关系非常紧张的这个时刻，伊为什么要特别挑选一个文人的这个国防部长呢？这个文人的国防部长就是讲，伊有足济这政府职务的经验嘛，吼。咱知伊较早就是做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国家安全会议就是甲外交、国防、甲两岸都有关系，所以伊并毋是讲都无这种的经验，吼。虽然讲这个国防是最近咱这几单拄着，这中国有较大的压力给台湾，但是我相信这个文人的国防部长，伊有法度徛伫较悬，无论是陆军、海军、空军，就是讲会当拍破这个军种一寡这个当分离，将因来整合起来，对台湾有啥物较好一种整合的一种的路线，我感觉足重要。对，因为安尼我想要来请教罗老师啊，就是在即马即个新的内阁名单内面，由本地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做去做外交部长，伊在本身伊嘛有外交这个专长，也在即个外交部长吴钊燮就要去走去到国安会做秘书长。老师是安怎来看待讲，伊这本地具体蔡英文伊的内阁成员，在即个赖政府伊即款的变动呢？我想讲吼，就是讲当然，赖清德总统一直咧强调讲，伊的即个演说，蔡英文的即个算讲两岸吼外交甲即个国防的路线。当然伫外交部即马用是无共款的人。基本上就是讲伊伫以前算讲伫外交的即个基础伫遐吼，可能佫会加添，包括讲像讲伫林佳龙一直强调讲算讲战略经贸的即个外交，甲即个数位吼，digital 即个所在，安怎甲外交之间的即个结合，尤其是搁迄科技。所以讲伫遮吼，算讲外交除了讲进前本地一个路线以外，可能佫会加添，包括经贸、包括科技即个所在，甲台湾之间的即个外交的即个方式。对。其实呢，在这个现场呢，咱的记者、公司台记者郭碧君、林旭凯，人伫咧总统府的头前，咱赶紧来连线互因，看上届新的画面。是超过就比如最近来继续关心这个总统府头前这个就职典礼的上新的状况哦。前面再看到这个装潢小剧团，一个坐囡仔伫咧表演，一个头拖四站老高后尾是互大家真正是真正撼动人心咯。出来就比如最近来关心这个第二段的演出，虽然讲这个天气淡薄乌阴，不过大家现场民众也是拢是真期待。这第二段的演出以民主前行来做主题，代表讲这个台湾各族群。是非常的多元哦。第一个部分就由这个台语甲客语演出来带来这个上舞戏的表演，代表讲咱台湾传统甲创新拢有这个文化的融合，代表咱台湾的多元文化哦。因为讲说落来的部分是种是经典的台湾的部分，会唱出台湾经典的歌曲。到时阵也会互观众朋友真期待讲会有啥物款的表演哦。说落来，我11点时阵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也互大家真期待。这几年国际经济才讲是变化真紧，一个在野党今仔日大部分都无出席，伫立法院前几天也有冲突。说落来。赖清德伫咧会上30点钟左右的时间内，会讲出啥物款的内容？这个演说是国际一个台湾拢是真期待、真咧关注的。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者的连线报道，继续甲现场交互连线节目状况。来，现场是歌手
王中维与柯萧将会以自己的母语、客语还有台语要唱出。咱即马看到这个真杰出的人手的歌手哦，人子的歌手哦，黄宗纬也有歌手，因为以家己的母语、客家语也有台语来唱出族群强调hip hop台湾。王宗纬来自新竹新埔，去年捌入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伊伫咧中考大学迄一年，真用心投入拍篮球，颠倒去爱着 hip hop 音乐，用家己的母语客语来创作。疯狂打篮球，而爱上了嘻哈音乐，并进而用自己的母语、客语来创作。Wang Zhongwei is from Xinpu, Hsinchu, and was nominated for the Best Hakka Singer at the Golden Melody Awards last year. He fell in love with hip-hop music before he went to college and continues until today on creating in his native language, Hakka. 而柯萧来自高雄的客语歌手呢，是来自高雄在地人子的歌手，伊有一个品名叫做高雄的骄傲。这歌手伊嘛定定伫个比赛也是音乐当中讲到伊家己的家乡，这是高雄真有代表性的 rapper。The hip-hop scene knows him by the nickname Kaohsiung's Pride, and Kershaw also takes pride in his hometown as he often mentions the southern port city in his music. 两位饶舌歌手，一北一南，一位客语，两位人子的歌手呢，一北一南，一个是讲客家语，一个是讲台语。不管是伫地迄个是族群顶头，因拢有真有代表性。咱就随来欣赏族群强调 hip hop 台湾。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家己今仔日上大的声音送予 Boost 王宗纬。Hey, follow my trace, follow my voice, but give me some space. Part of my French, fucking more getting don't got my face. Yeah, run that shit back, sound is all run in my lap. 情感跟我一样冷차태된这个正反。Yeah, I'm feeling the beat,大家都大家心度，想要有温柔跟幸福，跳到一个压力都辛苦，压力跟魔功的全部都让一个。压力같이 가요 네 때가 있어压力给跳到懂清楚大概给笑天天你喊都在脚步我的中 Yeah holding my breath blowing the choke on my neck 紧张我有那些点对经历发生的细节这个撒个时间 Some terrible settle 把面霜贴 And some of that事情的心里跳到个 king Don't screaming my name Like a cute chunk, shooting the ball. You got to give on your back, so I think about Kobe.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该逃离。可能一脸喊地，共一切对赌眼睛。黑人我装的 tell go， 让自己go。You're doing just fine, you be alright. Keep the tendency got there, yeah, fine, you're right. Keep the tendency got there, yeah, fine, you're right. 黑人我装的 tell go， 让自己go。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at. 反正张的 himo, yeah, boy. 反正张的 himo, yeah, boy. 冲动让爱兄弟给了个 I'm on this marathon. 飞跳过好多的路，还有改的伤。I put all that in a song, yeah. 항속에 항이把我眼中，路항이冲。天天一行都在脚步，你喊的给我摸，yeah. 心脏砰砰就 heavy late, pounding chest like AOA. Life is a game from athlete, sweet and sour to generate. 老几个兄弟 you never late, the villain I see you very late. 天天起赶走 I'm on my way, 天天起赶走 I'm on my way. Hey, I'm on the tail go, 让自己go. You're doing just fine, you be alright. Keep the tendency got to, yeah, fine, you're alright. Keep the tendency got to, yeah, fine, you're alright. Hey, I'm on the tail go, 让自己go.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at. 咱看到这代表新世代的客家歌手王宗纬，伊是伫个2023年金曲奖入围最佳客家语的歌手奖。咱那这歌手呢，伊是咱台湾人子的歌手。伫个2016年的时阵，伊有出第一张个人的专辑哦，嘛捌入围真侪流行音乐比赛。伊算讲是这人子活动的一个推动者。除了办比赛以外呢，伊嘛有一寡家己办一寡分享的讲座，互咱台湾的少年辈会当更加熟悉这个流行音乐文化。我爱跟我，在看不起礼貌，那就但是敢若去笑。心内压力去找，我爱赶紧走。会使闹我再扫，
比起来好，但也叫你放弃的，拢莫甲心斗，坚持你的路，坚持每一步，坚持向前行，管出你就好，坚持你的路，坚持每一步，付出才会得成，坚持才会赢。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感谢上帝，予我少年时阵听着呢。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甲手也关向世界，证明你有胆。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感谢上帝，予我少年时阵听着呢。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甲手也关向世界，证明你有胆。有人会看你无，看你无，怀疑你的理想，怀疑你的理想，就是你爱佚佗，爱佚佗，唔知安怎去讲，唔知安怎去讲，继续点啊做，迄批卡一徛就是10档5档，1档。写歌的只有365天，一条命命，无啥物通好行，唱好每一条歌，就算无人要听，但是无人相信你，叫你爱相信自己。别人怀疑免计较，你知影啥是事实，事实就是地上歹的环境，你共款行较正，事实是你早晚一定会成功，因为你较拼。人咧困的时阵，我为着理想的思考，理想的思考，烦恼叹无钱。烦恼一段，扛对一句好。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感谢上帝，予我少年时阵听着呢。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甲手也关向世界，证明你有个。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感谢上帝，予我少年时阵听着呢。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甲手也关向世界，证明你有个。I know I can， 我知影我会使。I know you can， 我知影你嘛会使。I know I can， 我知影我会使。I know you can。Hey yo， 小梦 K to the E， 该会中风会什么？介绍yo。接下来主舞台即将有台湾节庆合唱团带来演出，伫咧水平讲说他们将以阿卡主舞贝拉台与四将近部和弦台交织的湾方式，节庆合用唱团特别的歌带来演出声唱出我们，利用所阿卡熟悉贝拉的各有4经典部合声做伙合唱的方式，用特别的歌声唱出咱真熟悉经典的歌曲，其中也佫有互人料想袂到真出名的网角的主题歌。They will be bringing us the classic melodies that we all know, as well as some nostalgic cartoon theme songs that you probably wouldn't expect to hear. 欢迎台湾节庆合唱团为我们演出经典传颂，延伸欢台湾迎。台湾节庆合唱团为咱演出经典传颂，延伸台湾。 飞呀飞呀，小飞侠，在那天空边缘尽情地飞翔，看看它多么勇敢，多么坚强。为了正义，它要消灭敌人；为了公义，它要不到底。飞呀飞呀飞呀，小飞侠，冲呀冲呀冲呀，小飞侠。 我爱科学小飞侠，我爱科学小飞侠，多勇敢啊，小飞侠！我爱北海小英雄，四海春微风。他不怕那风和浪，航海了无穷。他敢冒险，不畏苦和难。他有勇气，信心在场。他勇敢向前，勇敢向前，要把理想来实现。 尽情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走出不安，放开你的胸怀。阳光也叫我不要再等待，一起美丽摇摆，年轻不要留白。在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世界祈求永远。
才，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你是不是像我这样忙着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在你左右。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绿洲的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会实现，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彩虹。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牵着我的手，才有明天的彩虹，明天的彩虹。美丽的旋律都跟我们成长在这一片的土地紧紧伊的相系。个旋律拢甲咱成长的这片土地拢有相牵连。伫大家的脑海当中，敢毋过想到一寡真少年的曲的。 to our land. So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think of Taiwan? But after our next performance, you'll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songs don't come to you, they actually never left.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所以来，互咱做伙来欢迎摕到金曲奖的以礼高路，也有创剧场的舞者，共同来演出真侪经典的华语歌曲，做伙带来土地之爱，笑向台湾的表演。吹起细雨迷离，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我。
同场，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海风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开了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世界已做了选择，什么人叫做朋友？偶尔碰头，心情却能一点就通，因为我们曾有过理想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绝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人心会犯错，难免会受挫，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不同世代，不无同同文化，世代、不无共同族群文化、人无共族群的人，是共同建筑一块，亲像是百花朝朝开多元的台湾。 Different generation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ll intertwined and help build the Taiwan as we know it today. 我们接下来将会由歌手接下来会有歌周手周自强，也佮有总建高阶70位同学，跨世代组合为咱带来真侪条经典的台语歌曲，世代融合，共筑 And 台 next, the 湾。 singer Zhou Zicong, singer Zhou, together with 70 energetic students from Zhongji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will perform several classic Taiwanese songs as a cross-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若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要歌伊，请你放心，我的阿母，虽然是孤。
是孤单一个。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不过我是真勇行的。妈妈，请你保重。倒在故乡的市中，看着世界的光势。你是我黑暗的心唯一的光，亲像是感情的灯火。原谅我这款放荡的人，原谅我做这款夭寿的梦。每一摆你的眼神的震动，拢予我无法粉西东。我用我的人格来保证我是永远袂后悔。你是我目前为止的爱人内底，无疑是上水的迄个。我其实不是愿来离开，拢怪你行入了我的人生。我一个爱情伤害你造成，你我着爱来负责任。爱情你比我想的搁较伟大，你予我一世人最后的期待。你是我的未来，希望你会了解。虽然江山易改，但本性难移。爱你爱到白目白，不管你知不知，予你全部的爱，爱你爱到白目白。手中的春风对面吹，早一百花袂出价，想着少年家，五年标的面目白，啥个人注定我想要问你行歹势。心内大期盼，自悲自负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予我读书几路冬，厝也头路无半项，暂时来买小肉粽。小肉粽，小肉粽，卖小肉粽。满山春色，美丽好忧愁，第一上好，水底鸳鸯，依然可比彼款的模样。青春快乐，只是上自由。满山春色，逍遥自在，无天
照吃，自由摆几摆。阮的心肝永远为你爱，万紫千红，祝福咱将来。一时时真免怨叹，一时路偏要胆寒。哪通失去希望，为你醉茫茫，无分月底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共治台湾，民主向前。而充满热力的灭火器乐团以及哈管帮已经在舞台上做好准备了，让我们一起成为自信的台湾人，咱听到勇敢数字前行。嘛，说明讲充满热情的烈火器乐团甲下关帮已经伫舞台顶准备好啊。 Now welcome Fire X and Lava Lava. 因此是咱就做伙来欣赏这段勇敢前行、自信台湾表演的节目。
昨日的心痛，听袂听有惊变化，有人间失去希望。我知影你的孤单，我知影你的惊吓，电费上卡，大步行。从今后会搁再两只，头前是全新的生命，把目屎吹予干，过去就可以过去，用心过生活。这无轻松，头前无轻去跳脚，这就是你的人生。有勇气来选择，有志气来承担，最勇敢的人。知影这无轻松，但未来有远行，若要去就爱行。有你的故事，你家己来写，继续向前行。感谢大家，台湾加油！哇，真的是太精彩了！谢谢灭火器乐团以及哈管帮，也谢谢今天所有参与演出的团队成员。Thank you to Fire X and Lava Lava, and thank you. 咱感谢灭火器乐团，也有下关帮，也多谢今日所有参加演出的表演团队。演出的朋友呈现这么棒、这么精彩的演出，谢谢你们。咱搁较一摆用咱的普发声来感谢强职前行每一位演出的朋友，来展现这么精彩的演出，多谢您。在稍后就会来到我们庆祝大会的现场。Our new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greeted the foreign guests. 现场的司仪啊，说明讲目前伫咧总统府内底，总统、副总统已经完成各项的任命，佮有接受外宾致贺的工作。现此时特别来到庆祝大会现场咯。目前来自8国的友邦的元首甲外宾，向正总统、副总统表示敬贺。完成了，也要进入大会现场。Have congratulated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They'll be joining us now for the celebration. 我们欢迎的是土瓦鲁国的总理戴斐利阁下及夫人。Let's welcom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and Mrs. 咱先来欢迎土瓦鲁的总理戴斐利甲伊夫人。
Welcom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Gonçalves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以及圣露西亚总理皮耶格夏暨菲利斯女士，也有圣露西亚的总理皮耶，还有贝里斯总理，也有贝里斯的总理布里仙纽， Prime Minister Briceños of Belize, welcome. 以及巴拉圭共和国总统，也有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 Excellency President Beñat of Paraguay. 帛琉共和国总统惠树帛琉的总统惠树 Welcome 人 His，Excellency 甲伊的夫 President 人 and。Madame Soulan of Palau.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马绍尔群岛的总统海 Welcome 尼 His 也有伊的翁 Excellency 婿， President Haini and Mr. Kim Jr.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以及史瓦蒂尼王国国王那个史瓦蒂尼的国王王恩史瓦蒂三世也有伊的王妃。 In Incosigade La Forgiani,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我们在此再次的致谢友邦的元首以及贵宾，非常感谢你们真挚的。咱在遮搁一摆感谢咱友邦的元首，也有贵宾，感谢恁真诚恳的这个心意，咱甲咱台湾人民做伙见证这个真有意义的时刻。 Allies who are in attendance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sincere friendship and for join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witness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国军联合乐仪队。接下来，互咱来欢迎咱国军联合家己队，搁一摆来入场，来到主席台。 Honor Guard marching band as they form a cornet around the dais. “各位现场的贵宾，赖清德总统。各位现场的贵宾，赖清德总统，也有萧美琴副总统，特别入来到咱大会现场。 Vice President Shelby Kim will arrive momentarily.
各位贵宾，中华民国第16任。各位现场的贵宾，中华民国第16任正副总统已经来到咱的现场。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16th term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ve arrived. Let's greet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现在让我们一起大声向总统、副总统。今麦有咱做伙大声向总统甲副总统问好。 副总统好，副总统好。让我们欢迎中华民国正副元首。咱做伙欢迎中华民国正副元首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今麦由国军联合游击队，也有礼炮连放21声礼炮，向总统甲各国来祝贺的贵宾致意。 Together with an Army Artillery Company, will perform a 21-gun salute in honor of the President and visiting dignitaries.台湾是一块坚毅、充满韧性的土咱地。就数字来说明讲，台湾是一块坚定、充满韧性的土地。现主席特别邀请，当伫咧对顶月日地动损害当中复原的华联西堡国小21个囡仔兄、囡仔姐，因会含总统、副总统，各有4个中华职棒的棒球名称，单字是康明山、黄平阳、谢中兴，各有国立实验合唱团。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合唱团做伙来领导大家演唱中华民国的国歌。 Vice President and four CPBL baseball stars Chen Yixing, Kang Mingshan, Huang Pingyang, Xie Changhen, as well as the Taiwan National Choir and the Choir of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ill now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而在国歌演唱同时，国军5咧种国歌演唱的同这个时间，国军拢总5种队形的旋律机队，拢总12只直升机会带来空中分离式，为陆军 CH-47SD Chinook 中型运输直升机。 吊挂大白的国旗通过会场，另外由陆军 UH-60M 乌鹰直升机担任国旗护卫机。另外，陆军、海军3种机型也伫咧国旗机后壁面照顺序通过会场顶头，展现出国军勤快训练的成果，来向三军统帅各与会贵宾来致意。 This display not only showcases the rigorous training of the military, but also pays tribute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in attendance. 国歌领唱，现场来宾请起立。国歌领唱，现场来宾请起立。 一切
各位来宾，请坐下。各位来宾，请就座。谢谢。咱听到司仪伫咧说明讲，咱伫咧国歌内底听到运动员充满调气的声音，也有青春活力的歌声，阁有虽然遭家庭、家园遭遇损害，犹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声。这是台湾多元热情也坚定勇敢的生命力的展现。也希望会当借这个机会做伙为花莲来加油，做花莲上界坚强的后盾。The voices of youthful vitality, and the voices of those still full of hope for the future in spite of the damage to their community. It was a display of the diversity and passion and of the strength, bravery, and vitality in Taiwan's society. Let us a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the best to Hualien County and to recommit ourselves to its support. 而刚才在国歌演唱同时，也看到的是国军的旋翼机队来通过会场上空，实际的展现国军勤训精练的壮实成果，同时也向三军统帅以及与会贵宾致意。而接下来就恭请赖清德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司仪也表示，接落就要来恭请赖清德总统发表就职的演说。萧美琴副总统，各位友邦的元首甲贵宾，各国驻台湾的大使代表，现场所有的嘉宾，电视头前也搁有伫线顶看直播的好朋友，全体人民，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年轻的时候，我少年的时阵，立志行医救人。从政的时候，我从政的时阵，立志要改变台湾。现在，今麦站在这里，徛伫遮，我立志要壮大咱的国家。我以无比坚定的心情，接受人民的托付，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的总统。我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政的体制，担起带领国家勇敢行进前的重大责任。回想1949年的今仔日。台湾实施戒严，全面进入专制黑暗的年代。1996年今仔日，台湾头一位民选的总统宣誓就职，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在人民。2024年的今天，2024年的今仔日，台湾伫咧完成3摆政党轮替了后，头一摆有共一个政党连续执政，正式展开第3任期。台湾也驶进出旁，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又搁包含无限希望的新时代。这段经过是这个土地顶头的人。前仆后继、牺牲奉献的结果，所带来圆满的结果。虽然过程真艰难，也毋过咱已经做甲到。这个时阵，咱毋但见证新政府的开始，嘛是搁一摆迎接咱真无简单才赢得的民主胜利。真侪人
甲我甲萧美琴副总统的当选，甲解读做打破被当政党轮替的就点。事实上，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每一摆的选举，这个无就并无存在。敢若人民对执政党上严格检验，对国家未来上真实的选择。我要感谢过去8年来蔡英文前总统、陈建仁前副总统，甲行政团队的拍拼，为台湾的发展有拍真侪的基础。也请大家做伙互因上热烈的鼓声。我也要搁再一摆感谢国民同胞的支持，无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坚定守护民主，向前行，无回头，为台湾掀开历史新的一页。在咧未来任期的每一日，我会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视民如亲，袂去违背每一份的信赖甲寄托。新政府会定着会用心计较，提出上介好的表现，接受全面的检验。阮的施政更加爱不断创新，开创台湾政治的新风貌。今年2月上任的新国会，是台湾伫咧咱16党了后，搁再一摆出现3党无过半的立法院。面对这个政治的新局，有一寡人是真期待，也有一寡人是感觉真烦恼。我要甲大家讲，这是全民选择的新模式。当咱是用新的思维来看待3党无过半，这是代表朝野政党拢会当分享家己的理念，卖当共同来打这份国家的挑战。不过，全体人民对政党的理性论证也有真大的期待。政党伫咧竞争以外，也应该爱有合作的信念，国家才会当稳稳啊踏出去。立法院议事的运作，应该遵照程序正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才当避免冲突，维持社会安定甲和谐。在民主社会，人民的利益至上，这是民主的根本。国家的利益比较政党的利益排较大声，这是政党的天职。在咧在朝在野的政党推动法案，拢会当下宪法，保持人民至上、国家优先的精神的时阵，国政自然会当顺利推展。行政院到英台议长，带领内阁团队，也会优先来解决对社会有利益、对朝野有共识的议题，以积极的行动、创新思维来解决问题，回应民意，服务人民。目前403地动灾后复原的工作正在进行，我要搁一摆向罹难者表示哀悼，慰问因的家属。我嘛要感谢所有协助救灾甲中建的国人，也搁一摆来感谢国际社会的关心甲支持。中央政府已经规划要投入285.5亿来协助中建，也搁有产业的进行，帮助花莲的民众会当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我对未来中央甲地方的互相合作、行政甲立法的协调运作，真有愿望。嘛希望甲所有咱台湾民众做伙拍拼，做伙深化台湾的民主，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来促进世界的繁荣。
各位国民同胞，民主、和平、繁荣是台湾国家的路线，也是台湾甲世界互相中间的牵连。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重点，民主台湾公营的时代已经到位了。台湾自总统直接民选以来，已经成做全世界民主发展上界进展的国家之一。咱保持提升人权，向世界来展现出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台湾也示范讲，用民主的手段来防疫，会当比较专制更较好。台湾无论是民主指数，也是自由程度的比拼，伫咧亚洲的排名，拢是排伫咧头前。民主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公营，这份荣耀属于全体台湾的人民。未来，新政府会好好利用台湾民主的活力，来推动国家发展，也深化国际合作。对内，我会用人为才，清廉勤政，而且落实民主治理，建立开放的政府，以公开透明、甲人民做主的精神，来鼓励大众来参与公共政策，继续推动18岁公民权，共同实现国家的愿望。对外，阮会继续甲民主的国家成做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互相交流，要交流各领域的发展经验，对抗假的消息，强化民主韧性，因应各项的挑战，互台湾成做是民主世界的 MVP。和平无价。和平是无价之宝，战争全部人赢。明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满80冬，台湾甲全世界拢同款，经过战争了后艰难复兴的道路，才有今日发展的成果。无人愿意互战争搁再损害一切的过程。如今世界有真侪战争当咧发生，冲击世界。中国军事的行动，阁有普世的威胁，也互人看作是全世界和平稳定上界大战略的挑战。台湾身在第一岛链战略的位置，牵连世界地缘政治的发展。早伫咧西元1921年，蒋渭水先生就已经讲出，台湾是世界第一关的首位。伫咧2024年的今仔日，台湾的角色更加重要。国际之间已经有真悬的共识，认为台海的和平甲稳定是世界安全甲繁荣袂当欠缺的要素。为着要因应咱即马复杂的国际情势，世界各国已经展开积极合作的行为，要来维持区域的和平甲稳定。就伫顶个月，美国也完成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的立法，会提供印太区域掠外的安全援助，来支持台海的和平甲稳定。咱感谢世界各国对台湾的重视甲支持。我们也要向世界宣告，咱也要甲世界宣布，民主甲自由是台湾袂当退让的坚持，和平是咱唯一的选择，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由于两岸的因为未来两岸的未来对世界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接入民主化台湾线路的咱，也是和平的大功。新政府会保持4项坚持：无委屈，也无自高，依持现状，
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停止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做伙和台湾承担全世界的责任。同齐维持台湾海峡各有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世界免除战争的惊吓。台湾人民热爱和平，对人向善。我一向认为讲，假使国家的领导人以人民的福祉为上界悬的考虑，安尼生，台湾海峡的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赢，定就是互相中间共同的目标。所以我希望中国会当好好看待中华民国存在的这项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提出因的诚意，和台湾民选甲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有尊严的原则之下，用沟通来代替抵抗，互相交流，进行合作，会当先对中溪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也佮有学生来台湾读册开始，做伙追求和平共荣。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有追求各位同胞，咱有追求和平的理想，不过咱袂当黑白想。伫中国还未放弃用武力来侵犯台湾之进程，个人应该爱了解，就算咱全部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仍然是会甲台湾架落去。面对来自中国各种的威胁甲渗透，咱就要展现出守护国家的决心，提升全体人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健全国家安全的法制，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条行动的方案，加强国防的力量，建构经济的安全，展现出稳定、各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也有推动价值外交，和全世界民主的国家徛做伙，形成和平共同体，发挥出威严的力量，避免战争来发生，靠实力达成和平的目标。台湾需要世界，世界也正需要台湾。台湾唔但是拍开世界的大门，台湾已经行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咱看向未来的世界，半导体长时行 ，AI 也长时行。即摆台湾是掌握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徛伫 AI 革命的中心，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甲人类生活的幸福甲繁荣。各位国人同胞。各位国民同胞，咱伫咧主张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的人民共同决定。咱决定的未来，唔但是咱国家的未来，也是全世界的未来。咱爱来行正确的路，产业要大展身手，做世界欢迎的推动者，和台湾行进前一步，世界就向前一脚步。过去，我担任行政院长、副总统，去到全国各所在的产业拜访，我了解产业的需要。未来政府也会甲产业界密切合作，把握三大方向，推动台湾的发展。头一个方向是前瞻未来、智慧永续。面对气候的危机，咱就要坚定落实2050年净零转型。面对全球智慧化的挑战，咱徛伫咧半导体晶片
实岛的基础顶头，定着爱全力推动台湾，称作是人工智慧之岛，促成人工智慧产业化，加速人工智慧的应用，也向产业人工智慧化。来提升国力，用人工智慧运算的能力，提升国力、军力、人力和经济力。咱也定着爱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经过数位转型、各净零转型的两条线路的力量，协助中小企业升级转型，追求包容性的成长，打造智慧永续新台湾，创造台湾第二处经济的奇迹。除了投资新创，除了投资新创产业，培训新世代稳定的冠军以外，无论是量子电脑、机器人、元宇宙，也是精准的医疗，各领域前瞻科技，咱都爱真有胆来投资，让少年人会当追求因的梦想，也确保台湾伫未来的世界领先的地位。第二个方向是，第二个方向是进入太空。探索海洋，咱设立一个目标，要让台湾成做是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嘛要发展后一个世界通信的中继轨道的卫星，来进入全球太空产业。咱搁较要探索海洋，来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而且投入海洋科技的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咱要让台湾的经济甲产业往更较侪方向来发展，无边无界。第三个方向是第三个方向是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台湾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咱会搁较积极，争取加入区域经济整合，和世界民主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障的协定。加深贸易伙伴的关系，也会解决碳关税的问题，进一步打开产业发展的空间。咱也会将全球供应链关键的地位徛好在，好好把握地缘政治变化所带来的商机，发展半导体、人工智慧、军事工业、安全控管，各有次世代通信。这五大新来产业，也会保持改善投资环境，欢迎台商倒转来到台湾投资，鼓励在地企业扩大投资，引流台湾。我要向各行各业的朋友做一个保证，各位有心有力，要追求头名，咱政府嘛有决心要来协助，让台湾的产业。会当徛伫台湾，布局伫全球，而且行销全世界。台湾绝对有能力。台湾绝对有能力，会当成做是经济日不落国。无论是日头对倒位升台，拢会当借着咱台湾的企业，造福当地的发展，嘛，互咱台湾的人民会当有更较有富足的生活。我相信，我也相信经济发展的规式应该是全国人民做伙来享受。未来在咧推动国家希望工程，扩大社会投资下底，我要建立一个有爱、有道德勇气的台湾社会。少年人会当看到希望，壮年人会当实现梦想，老大人会当得到照顾，弱势者。也会当得到幸福。每一个人，一个人生每一个阶段，拢会当得到政府的支持。未来幼囝托育、长照，也有社会主体等等的服务，要继续来扩大。
物价、厝价，也佮有好野产这个精彩的问题，要一直来改善。食品安全、道路安全，也佮有校园安全、社会安全网等等的保障，要继续来强化。也佮有对教育、司法、转型正义等等改革的工作，嘛拢要继续做落去。我了解，咱台湾人对生活的烦恼也佮有期待。各位所关心的议题，社会需要的改革，政府拢会积极来面对，全力来付出。大家希望收入会当更较悬，我会推动产业升级，来创造更较好的做工课环境。大家期待治安会当更较好。我会拍拼来打击乌金、性、毒，也佮有诈骗。大家需要供电稳定。大家不望讲供电稳定，我会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发展多元力量、智慧电网，加强电力系统的连线。大家关心劳保的财务，我要再一摆强调，只要政府伫咧，劳保绝对袂倒。大家也重视交通的安全，我会打造符合人本的交通环境，下除过路人的地狱这款的歹名声。大家期待政府会当帮助家庭的照顾者减轻负担，搁协助产业改善欠工人的困境。这些问题，我拢会积极来解决。影响未来，咱拢期待一个更较强韧有韧性的台湾，会当因应传染病、天灾地变等等的灾害，也佮有加速都市更新，解决危老建筑的问题。咱嘛期待一个更较健康的台湾。我希望家己会当发挥我医师的专业，来结合各界的力量，打击癌症。也佮成立体育甲运动发展部，推展全民运动，而且确保健保会当永续经营，互台湾人会当活得长岁寿又佮健康。未来的台湾要保持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多元族群的文化，以及实践。也佮有实现环境永续、文化永续，互国家会当更较好。未来的台湾会有更较侪多元发展的创新经济，会有更较好的数位科技的应用，也有更较好的竞争力，也佮有商机能力，会有更较大的公共支持服务体系，也有更较尊重性别平等的环境。互每一个人的权利拢会当受到保障。未来台湾，搁较要互每一个县市照在地特色来发展，推动地方创新产业，落实互台湾平衡的目标。世界拢是安居的所在，人人拢会当真欢喜过生活。亲爱的国民同胞，国家未来的发展需要每一份的力量。面对全球化、全面性竞争的时代，无一个国家会当单打独斗，也无讲有一个分裂的社会会当成功去面对。团结一致，咱的脚步就会当徛愈在，互相扶持，咱的脚步就会当行愈远。为着国家的生存甲发展，我会经过民主的力量，团结所有的国民，壮大咱的国家。咱嘛拢知影讲，有主权才有国家。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的每一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关系。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拢着爱团结爱护爱护国家。国家，任何一个每一政党个政党都也拢着爱应该反对并吞，保护主权，不可为了政权唔通为着政权牺牲国家的主权。当世界上当咱世界有越来越有多愈来愈侪国家公开支持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再证明了这也证明咱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是全球和平繁荣、值得信任的力量。全体全体台湾人，国人不分族群，无分族群，也不论先来后到，嘛无分上大先上行后，只要咱认同台湾，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中华民国，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也是台湾，皆是我们自己，拢是咱家己，或国际友人称也是国际朋友来讲咱国家的这个名声，拢共款响，共款水。就让我们不分彼此，咱袂当分你我，大家共心，走向世界，大步行向世界。伫咧台湾行向世界，共这个时阵，咱也欢迎世界行入来台湾。真侪新住民的朋友、外国的好朋友，对世界各国来到台湾，写出属于台湾新的一页。我要感谢你，也要向恁表示敬意。今日咱的现场也有来自千里外的国际朋友。有对国外倒转来的侨胞朋友，拢是以行动支持台湾。咱是不是用上界热情的掌声来甲因说多谢？永暗，咱要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国宴，是选择伫台南来举办。1624年，台湾对台南出发。开启台湾全球化的开端，徛伫台南400的历史时刻，台湾更较爱展现咱的自信，勇敢行向全世界，让世界来迎接新的台湾。我们要邀请每一个台湾人，甲我做伙为咱的母亲。台湾来喝彩，咱做伙用行动来保护伊、荣耀伊，互世界来甲伊相认，互伊真做是咱国际上互人尊敬的伟大国家。谢谢大家，谢谢。多谢大家。谢谢总统。Thank you, Mr. President. 也谢谢国军越役队屏障主席台，感谢国军家己对主席台来移调。各位现场的贵宾。方才总统赖清德所讲的这个总统就职演说，有主权照家己国家，而且唔通为着政权来牺牲掉家己的主权吼，也其实在今仔讲的这个物件呢是真济，历史其实内面上界重要就是讲哦，真济专家学者拢咧认为讲，要来看这个赖清德伊的就职演说来看伊所讲的内容，再由来伊讲的内容呢，中国再来判断讲伊说来要对待政策会安怎做。那今仔针对着这个总统赖清德伊的就职演说，要来请教两位老师，先来请教林老师，你认为伊今仔讲的这个内容，敢有符合你所想的？当然，伊无像蔡英文总统，伊这个2002年还是4年前2020年哦，因为这两届蔡英文就这个演讲都有讲到要遵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加这个两岸关系的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吼。所以讲北京伊即届来看到这个总统就这个演讲吼，当然讲北京应该有无共款的想法吼。当然对赖清德
总统来讲，还是讲伊过去甲即马还是未来，咱拢知影伊是足一致，一致性，吼，伊有伊坚持，但是因为咱有讲到就是讲吼，过去蔡英文总统即个4大即个坚持还是伊的4大支柱，这拢是伊较早都捌讲过，所以并毋是讲互人感觉都完全都无共款吼。但是我感觉更重要的是讲，即届就职演讲内底，伊有足侪是对着台湾本身，还是台湾甲即世界社会即个联合，或者台湾的国际的地位，还是做台湾会当以即个地区世界的贡献，伊有讲到足侪，所以即届就是讲即部分，我感觉是新的一个部分，就是讲足大即个部分来提升即个台湾会当互即个国际社会，还是讲台湾本身会当个做较好的所在。对，因为伊讲，咱台湾已经徛伫迄个世界舞台迄个中心点了，对啊啦，就是希望讲台湾有真侪物件，其实若是台湾 can help， 其实台湾已经是变做是一个民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要来请教罗老师，也系你的看法咧？我是感觉讲这个演讲吼，当然伊的迄个伊的迄个正讲题目是讲。起造这个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但实际上我是感觉上重要一个名词，会让来总结，就是讲伊上后所讲的讲，伊要互台湾变成国际上互人尊敬伟大国家。所以讲伫遮吼，伊会当看到即届演讲内底吼，所有的重点拢是讲台湾伫世界要安怎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民主台湾是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价值，也是讲对全世界的和平，也是讲全世界的繁荣，会敢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所以讲台湾，伊直接甲台湾徛伫抗讲这个世界顶头。甲算讲过去，无论讲是蔡总统，伊非常小心要去处理甲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讲会开真侪篇幅吼，要安怎去甲中国安怎来表示讲伊的这个讯息。但是伫赖清德总统即届即个演讲内底看到，就讲中国即个部分吼，毋是讲最重要的，吼，伊无开真侪篇幅放伫遐，伊的即个所有重点，当然讲伊嘛讲伊维持现状，伊嘛是讲蔡总统迄时阵所讲4个坚持，也是讲4个支柱吼，拢有继续伫即个所在咧讲。但是伊伫遮就是讲，我要甲安怎民主台湾伫全世界要安怎互伊徛起来，伊即摆重点拢是伫遮。所以假算讲，甲过去台湾足无共款的。另外一个部分，我是感觉讲，伊即个演讲内底吼，真明显就是表示讲，但真侪人拢烦恼讲台湾会变成讲些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啦。但是我感觉讲，赖清德总即届完全无咧处理即个物件。换句话说，就讲伊根本无咧烦恼台湾是毋是敢互人看作这一个麻烦。伊讲台湾已经就是世界上一个正面力量啊。所以讲伫遮吼，所以有的人讲麻烦制造者无，伊是讲咱台湾就是全世界一个正面力量，咱要唔干要对这个所在要来继续向前行，咱阁要互台湾变成伟大。所以讲，伫这演讲内底，我会看到真侪篇幅拢是讲这个一个未来 vision 是安怎来要处理，吼。真趣味的所在是讲，我想讲赖清德总统应该会真侪的篇幅放伫讲国内的这个内政，因为照讲伊应该争取青年的这个支持，吼，尤其是真侪讲薪资啊，讲这个问题。叫反倒等伊差不多3%的篇幅，拢放伫世界台湾要安怎来处理，吼，所以讲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有一点感觉到有感觉到讲，较无共款的所在。对，安尼我想要煞落去问罗老师啊，因为头拄则就讲到，其实伊针对着中国这部分，伊其实伊无描述真多了，对啊吼。其实大家拢是伫咧烦恼讲，赖清德伊的总统就职演说讲煞了后，中国伊敢有无共款的一款动作个出现吼？但是针对这部分，老师你认为讲，这中国伊安怎看待咧？我是感觉讲中国基本上无对迄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演说有甚物款的期待，吼，当然伊会注意讲到底你有讲什么态度还是安怎，当然嘛是无嘛。但是我是感觉赖清德总统嘛是了解讲中国
第一总统当选了，过2天就把一个台湾邦交甲摕去，哦，了后搁什么一个真有问题是 M503的这个航线吼，啊，包括讲伫这个金门迄个所在，安怎来否定台湾本身的这个咱讲禁制水域啦，还是讲这个限制水域，就基本上台湾迄个海岸线、台湾的领土线，伊都是甲否定嘛。所以讲，敢若参像中国嘛，无咧管讲到底啥人、什么人做总统。所以讲，对于热清的总统来讲，即摆迄重点毋是讲要安怎来安抚中国，是讲我要安怎了，互台湾继续行落去嘛。啊，当然，这嘛毋是讲伊完全拢忽略中国，伊嘛是提供2点讲，咱会当一个对等的一个方式来看讲来开放这个算讲观光客的一个交流，哦嘛包括讲迄个中国的这个学生会当回伊来台湾读册，讲这2点会当来先做嘛，哦来看咱累积这个算讲较好的一个气氛，伊嘛有是讲着，但是重点拢是咧讲台湾要安怎行出去。对，因为其实伊讲到迄个台湾要来行出去以外，其实我想要来请教林老师吼。其实亲像对罗老师讲的，伊其实来针对着人民的迄个期待部分吼，其实伊回应的部分是较少的。等到是讲，其实咱台湾，比如讲咱台湾会当发展科技啦、产业啊、净零啊、智能转型啊，甚至是行销台湾吼，也讲到要人民的关怀甲照顾，也嘛当然就讲到迄个薪水价啊，个一个厝价这个问题吼。也当然啦，我感觉讲人民伊上界直接的感受就是讲，人民今仔日趁有钱、食有饱无，也认为这部分的这个演说，你认为讲伊敢有回应到人民的心声？当然，伊这个演讲内底哦，伊拢讲到这人民部分中大家啦，吼，大家伊的这个挂路啊，吼，伊要安怎来做啦，吼，所以伊这部分就是讲。台湾人民还是台湾大家人、普通的人，因所想的哦，伊这个就这个演讲内底有处理到啊，但是就是讲，这个是有足大，爱有足具体，过来要安怎做哦？啊，这一部分毋是讲一个就这个演讲内底会当来完全都讲破吼，所以咱。真正是爱有搁较侪时间来观察啦吼，就是讲这个赖总统伊讲到伊过去，伊无共款的角色吼，无论是学生无论即马做总统吼，都有无共款伊的想法，但是咱会当知影，伊是一个足坚定，吼坚定有这个原则，有这个行动力的一个。总统的个性啊，吼，我感觉这个总统的个性是足大一个咱爱观察的所在。无论一个政治人物，伊是毋是变来变去，还是讲伊做无共款的角色，就无共款一寡做法甲想法。吼，我感这点咱是会当无需要这种顾虑啊，吼。安尼讲看去过去伊台南市做市长。做行政院院长，还是做副总统，还是做即马做总统，大家都知影，伊有是足大的原则。伊要讲什么话，可能有点仔来期待。就是讲唔通讲白贼话，吼。伊即个讲白贼话，还是讲即个无事实的话，应该唔是即个赖总统伊即个人格。这人格的特质啊，所以咱会当来相信，就是讲，伊虽然讲一届就职的演讲内底，咱台湾个未来这4年，我咧相信啊，吼，这个中国大陆原来互伊有更较大压力，吼但是如果照过伊过去伊所讲所做的，伊应该会慢慢做一个较有这个实际责任将台湾甲这个世界把它联合起来。将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尽量来降低。对，因为其实老师你讲到吼，讲认为讲这个中国伊可能会对咱未来赖政府的压力会更较大了，对啊吼。当然，伊在伊这个就职演说内面讲吼，就是讲和平是一种理想，但是袂当讲做是一种幻想了，对啊啦。我想要来请教赖老师，你认为讲幻想这2字对台湾的某一部分的人，敢会认为讲这是一个足大的攻击性的话？
我是感觉讲这应该是事实啦，吼，就是讲，即马都是中国要对台湾的强硬态度，无会讲因为台湾什么款的政党还是什么款的人咧执政，就来做改变嘛，毋是安尼啊。尤其是伊都是，习近平都是要甲台湾甲吞落嘛，即马即个政策是足明确的。我是感觉讲，这赖清德即届总统伊即届即个演说所讲的讲，一个理想但是幻想吼。后壁个咧讲中华民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嘛吼。我是感觉讲，迄个你看到即个演讲内底吼，是即个部分先讲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后讲中华民国宪法，上后个讲就讲中华民国台湾甲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实际上拢是共款的物件。所以这我是感觉讲，上后壁即个所在应该是一个意思，就是讲，咱即马莫讲区分讲。到底什么款的名词较好？另外就是讲中华民国，大家在烦恼讲伊是毋是台独还是安怎？实际上中华民国因为讲了几若届嘛是用这个所在来咧定义讲台湾本身的这个地位。所以讲这嘛是另外一个方式，对全世界讲，伊根本就无啥物要宣布台湾独立的这款的意图。对，安尼我想要刷落去请教老师，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赖政府伊就是行政的部分，甲立法时阵，讲立法伊是三党无过半吼，安全拢无过半。啊，虽然讲伊讲这是民意的选择，不过在目前的这个立法院的，会当看就是拿配合的这款情形是比较较明显的吼。而且在进前立法院有提案，就是希望讲总统会当去到立法院向因做国情报告这部分。安尼像老师你的观察，你认为讲针对着这个立法院这部分啊，拢三党无过半，但是拢是拿配合的情形较强势，比讲民进党团较弱势这款情形之下，这个赖清德伊态度敢会较弱软咧？我是感觉讲伊即马这个演说内底嘛，讲嘿。应该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吼，应该要遵守这定数的正义，多数尊重这少数，啊少数爱服从多数，才会当避免冲突，维持社会安定甲和谐。这句话我会感觉非常具针对性啦吼。所以我无感觉讲赖清德总统可能伊会答应要去立法院来做一个国情的报告，但是咧，伊袂讲因为安尼我就算讲较软，伊本身伊是认为讲。你是当然一个新的民意，我嘛是一个民意，所以讲我甲你民意这两个是对等的，所以毋是讲表示我就一定要听你的。吼，当然大家都是讲无共意见，都要安怎来妥协，来追求一个算讲会当共同进步，但毋是讲我要听你的。我是讲赖清德总统伊的本身的个性，伊感觉对时阵伊足坚持的，袂讲轻易还是加认输。咱其实伊伫台南市长的时阵，都有一站无要入去台南市会内底来受质询嘛。啊，当然迄当阵嘛是真侪即个争议。我是讲这来咱看迄赖清德总统本身，伊认为讲择善固执啊，因为对一句代志吼，伊就会安尼甲做落去。所以我袂感觉讲伊会因为对方人较济，我就软正。对。安尼我想要请教林老师，就是讲吼，因为其实在赖清德伊呼叫讲到和平共同体这部分，伊也希望讲所有这个民主国家吼，大家拢是互相来斗相挺、斗相相拍拼。当然啦，伊有一个副手就是萧美琴，伊进前是咧美国做外交的这个工作吼。想要来请教老师，就是讲赖清德做总统了，即马有萧美琴来做副总统，敢会一个来负责国内，一个来负责拼外交的这部分呢？当然，这个是因的专业吧，吼，也是跟总统伊要安怎来安排伊甲副总统的关系，吼，这个是咱会当个继续来观察，就是讲，虽然讲是一个总统，但是伊拯救吼全部台湾，无论是外交，无论是国防加两岸，都是这总统的一寡责任，吼，伊是对外来代表台湾，吼，所以伊。无可能他做台湾内部的事项，做台湾内部的总统，所以最重要，我那是总统本身，吼。虽然讲副总统，伊的专业会当来协助这个总统，但是因的分工，我想讲因可能会做上好的安排。这种我那是咱台湾一种的条件啦，吼，就是讲。无共款的总统甲副总统，按讲两个人会当来协调，来分工合作，这个当然是较好。
对。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孙吼，就是讲在即届这个总统就职了后，就是咱选出偌清的这个总统了后，你认为欧美国家安怎看待台湾？敢会搁较力头搁较强，还是讲差不多就是安尼尔？我咧想讲，即个问题爱看咱台湾本身吼，咱即个后一个脚步，就是讲不但是甲即中国的关系，还是咱台湾的经济社会，台湾安怎来处理即个来为中国来的威胁吼。咱即马以即个520，但是即中国的军舰、军机，那赶快以咱这四周围吼，所以较认为袂使来无坚持，还是讲咱的国防无来投资。对。咱5万讲，其实咱的新总统就任了后，予伊4年的机会，继续为咱台湾拍拼，徛伫台湾看世界。我相信秀云出版敢袂爱做甲歹看，遮尔啊侪年的姊妹啊伴，真心换绝情啦。我互你看一物件，妈妈目睭足大呢，可能袂过啦。那是相公的先做的，无法大出手，好天都要存好来呢。妈，较早办的资料啊，看什么物件会当放在粉丝页？袂爱放。我做啥你拢无满意，拢一直在反对。每礼拜日按时9点，同时台语台勇气家族。咱今日主要的工作啊，是要来做体态的检检。即马要做太阳能板的确认，看功能正常无？基本上咱太阳能板嘛无啥物破损。阮伫调电工就有就拄到雷公啦，死啦，这就是恐怖，就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嘛。我是赶快要紧的工作结束，紧倒塌。我感觉像台电的制服嘛是足公平，因为伊代表啥技术嘛，所以是有一份荣誉感啊。在吗？一个国家。都是过来啦！